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我將會挑戰一日練4樣運動。今日我就先練下肢，之後再練上肢。而家係9:48，我就會踩單車由天水圍踩到去屯門嘅兆康，踩到兆康再踩返嚟，歷時2小時。然後我就會去食一個午餐，睇下我今日做完咁多樣運動之後，我仲可唔可以堅持到啊？返去天水圍嘅一半路啊，食一陣，補下體力再踩啊！而家係10:51，我就踩到天水圍啊！而家我要去食一個午餐，先補充一下蛋白質。下午要消耗嘅能量會好多啊！我而家就食完午餐啊！而家我就準備去運動場去跑步。我哋會休息一陣，大約1點嘅時候就開始去進行跑步啊！因為咧啱先咧就突然有呢個場所要關閉喎，咁咧我就只好喺呢個場地附近度跑下，總共就係大約跑兩個1500米，一圈就係大約係500米，我就跑3圈，3圈為一組。咁我哋而家就開始跑啦。
就考完步啦。而家係2點，我一陣就會去做力量訓練，然後去做掌上壓。做完掌上壓之後，就喺夜晚嘅時候游埋水。我而家嘅下肢覺得有啲攰，希望可以撐埋成日啦。而家係7點05分，大約7點20分到游泳池，7點半開始游水。我今日會游2個鐘，去到9點半嘅時候先走。之前我去游泳池度游水咧，會要睇我滿唔滿12歲，要睇呢個學生卡，但係今次冇喎。而家已經係8點半，我咧啱啱游完1700米，但係游50米嘅自由式，然後再游50米嘅泳蛙泳。咁我而家就補充下能量，再游多1個鐘之後就走啦。因為我今早咧就考咗呢個2個1500米嘅圓冠，再加上我今日又做咗掌上壓呢啲力量運動，咁我而家咧係腳咧又踢唔喐，手又冇咩力，所以咧幾乎係冇力㗎。而家係9點半，我就已經游完啦。今日就做咗幾多運動啊？又踩單車、跑步、做掌上壓體能運動，最後游水。呢一日做完所有嘢，做完之後咧，我覺得係成身都係有啲攰，但係咧，我覺得係好快樂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堅持你哋熱愛嘅運動啊！